哎哟，现在自家会得做啥子啊？哪聪明的小孩？哎，怎么三意思哇？这还好怎么打拼斗？打海拼斗么打鹅，打海鹅么掏地？那想难了，一年都要压了外头哈擦啪。那些的少，热天热死，但是上海粉丝想出花带一的送嘴来吃馄饨，我带你到江南风雨去吧。哎呀，除脱花肉馄饨就是下菜馄饨，吃过好几道嘞。这还么有点新花样，实在不来也么薯鱼馄饨吧，看这个品种，但是也是一比馄饨么速冻的，它们冲出来的，当然好炒的毛毛么炒不动，搿搭是真的搿搭上子的，别个看了你到得了我直播间里向毛一样的一个分浪向，绝对三叉，总算得了做回路了。寻常是一般符合里到烟卷个馄饨店。辣麻鸡骨头一剁汤，现割现吃。味道呢，还没今朝我要来尝一尝。来份全家福，什么鬼？馄饨人参，这个两个字翻过来同我打人肉馄饨。生管馄饨、香菜馄饨、花肉馄饨。你上次顶两个口啊！一面吃一面事实是哦，不可能看啥人。皮蛋馄饨、芹菜馄饨、羽毛馄饨、白米馄饨。骨头有旁边个肉再下去。才来34块，要不要还别吃？谁是不晓得味道呢哈哇？上海人肯定欢喜。哼呐，我知道这一样的，上海人少，上海人多，啊才注意家。我当时还有自家个三手盘。但我头来讲给你听啊，退休工资3天了，想要改变生活，开做自媒体总归不是个生意经。花富帮你香，人富帮你红，为不是趁现在唯一的鲜明气，自家开办点心店。所以每个同行的经验，侪是我最想成功的大途径。阿爸，等那点心店开出来，我还面去吃馄饨子哇！亲兄弟明算账，一分洋钿也不能便宜。辣海产品门前，我6亲发人。